一個人咧，如果經歷咗重大創傷之後，情緒咧反而變得異常穩定。咁樣嘅穩定咧，代價咧好大機會就係咧情感漠視。一開始咧，你可能咧會俾佢嘅成熟同埋穩重咧吸引住，覺得咧佢係世界上咧最靠得住嘅伴侶。但係時間一耐咗咧，你就會發現，同呢一類人相處咧，就好似一拳打咗落去棉花嗰度咁樣。佢大部分嘅時間咧，的確係做晒佢應該做嘅嘢，但係你就係咧感覺到佢唔係好上心你嘅情緒、你嘅行為。佢身上咧嗰種淡淡然同埋冷淡嘅距離感咧，唔會因為你哋相處得耐咧而消失。但係企翻喺自己嘅角度，係因為咧佢嘅情感咧從來都冇得到回應，所以咧佢唔再期待外邊俾佢嘅情緒價值，亦都咧懶得去俾價值人哋。佢哋喺度一路學習緊點樣去自己治療自己。尤其係嗰啲平時好可靠，但係到咗關鍵嘅時候，當你嘅情緒大喊嘅時候，佢竟然咧完全係一個冇反應嘅人。佢哋嘅情感模式嘅背後，其實隱藏住咧3個好深層次嘅心理結構。第一就係咧自我情感嘅體驗同埋減弱。當一個人咧經歷咗重大嘅創傷之後，例如長時間俾身邊嘅人打壓、否定，情感咧需求咧永遠都係被忽略。當佢嘗試咧向身邊嘅人求助，例如佢嘅父母啦、老師啦、朋友啦，都無視佢嘅痛苦，甚至咧反過嚟咧仲笑佢脆弱。咁佢嘅大腦咧就會啟動一個叫做防禦性冷漠嘅自我保護機制。佢嘅潛意識咧係會認定，只要唔再有情緒，就可以咧避免再受傷害。結果就係咧，佢大部分嘅時間連自己開心定係難過都感受唔到，亦都形容唔到。當佢嘅伴侶崩潰嗰時候，佢好多時候咧都冇意識咁樣去逃避，甚至咧一啲反應都冇。表面睇落去咧佢好漠視你，實際上咧佢係一個咧俾唔到自己都冇嘅嘢。佢從來咧都冇被關心過，所以咧佢唔知點樣去關心你。佢唔准咧自己脆弱，所以咧亦都唔准你脆弱。第二咧，喺自我反應同現實咧係唔一致嘅。普通人咧傷心嗰時候咧就會喊，開心嗰時候咧就會大笑。但係情感漠視嘅人咧表現咧就啱啱相反。你同佢鬧交咧鬧到火紅火綠嗰時候咧，大家咧講咗啲好難聽嘅說話，佢反而咧莫名其妙咧咁樣笑咗出嚟。你哋咧好難得放假去玩，佢其實咧好開心嘅，但係個樣咧就好似好勉強咁樣，好似咧唔應該笑。呢個咧就喺心理學上邊咧反向形成嘅防禦機制。核心係咧佢相反嘅行為咧去掩飾自己咧真實嘅情緒。情感漠視嘅人咧可能好長時間咧連喊同埋笑咧都唔被准許。父母咧有時鬧佢，若果咧佢再喊咧就會再被懲罰。如果父母咧可能間中獎勵佢咧，佢笑嗰時候咧就會俾佢父母話佢太囂張、太飄，長期咧切斷咗咧情緒同埋事件之間嘅聯繫。結果咧就係佢咧陷入咗麻木，或者咧強迫自己過度理性去保護自己。呢個咧就係解釋咗咧點解咧佢面對一啲情感需求嗰時候咧會習慣更加理性咁去分析，而唔係表達愛。第三咧就係咧缺乏興趣同埋關注。情感漠視嘅人咧通常都會間歇性咁樣咧對以前中意嘅嘢咧突然間冇晒興趣，亦都咧唔再關心身邊嘅人同埋事。等到佢發現咧自己經歷咗傷害咗身邊嘅人，先至咧會做一啲咧補救性嘅行動。例如你想分手，想俾個清楚嘅答案，佢會話中意你，唔捨得你。但如果你信咗佢嘅中意之後，想同翻佢好好一齊，佢又會唔再理你。歸根究底咧，係因為咧情感漠視嘅人咧只係識得偽裝愛，但係咧冇持續愛嘅能力。佢嘅內心咧一直咧壓抑住佢嘅真我，令到佢咧需要一個情感嘅出口。但係咧又防止自己咧沉迷落去，因為咧佢好恐懼愛情。本質上咧就係佢好恐懼自己沉迷打機、沉迷嗜好一樣。因為咧佢一旦咧打開咗佢嘅防線，准許咗自己在乎，就會咧驚再次咧受挫折，再次咧被忽略，甚至咧再次被拋棄。我講呢啲咧唔係大家接受情感漠視，而係你要明白咧情感漠視呢個核心咧就係一個唔夠膽愛嘅膽小鬼。你以為咧自己同緊一個心智好成熟嘅成年人溝通，但係其實咧對方咧分分鐘咧病得仲嚴重過你。想維護自己嘅情緒同埋合理性咧，唔好俾情感漠視嘅人傷害，就要咧睇到佢呢一個脆弱，然後咧將自我維護同埋自我滿足嘅需求咧收翻嚟，自己照顧翻自己。如果你想睇清楚你同你伴侶嘅情感模式，可以留言畫一張畫俾我，等我幫你睇見你嗰個唔敢愛嘅真相。感謝你睇到呢一度，
如果你喜歡我嘅內容嘅話，歡迎你點讚、收藏同埋分享。